廣東人就算唔坐月咧，一個月都會整翻1、2次豬腳薑。呢啲做法，豬腳酸酸甜甜，Q 彈軟糯，骨膠原滿滿，食晒一大碗咧都唔會覺得肥膩。嗱，學識整呢個豬腳薑，分分鐘零花錢咧都翻倍，3胎4胎咧都冇閉翳。天氣凍咧，特別多人煲豬腳，豬腳一升咗價，今日咧係26蚊一斤嘅。嗱，如果中意食筋咧就買豬腳，中意食肉咧就買豬手。除咗靚豬手之外，再加啲雞腳同埋花膠。咁樣補充骨膠原800。豬腳薑嘅薑咧都有考究嘅，中意食辣咧就買老小黃薑，中意食冇咁辣咧就買肉薑嚇。今日咧就1比1。豬腳想洗身清爽啲咧，我哋先啤水，將啲血水咧啤出嚟，啤佢幾分鐘，啤啲水清澈，豬腳白雪雪咧就 OK 啦。想徹底咁去除豬騷味咧，仲要飛水，記得要凍水落鑊，落去蘇三件寶、葱薑同埋高度白酒，雞腳都放埋落去一齊飛。趁飛緊水咧，我處理啲薑。將佢切細塊之後咧，拍爆，咁樣容易出味好多嘅。做豬腳薑要啲薑怕辣咧，你可以浸多個2、3日，浸到第3日之後咧，啲薑就開始唔辣噶啦，好好食嘅。話明做豬腳薑咧，一定要多啲薑先好食嘅。有幾多豬腳咧，就放幾多薑，驅寒又祛濕啊！嗱，飛水都有細節啊，記得一面飛咧，一面撈咗啲浮沫。如果唔係咧，血沫又會重新吸喺豬腳上面噶啦。嗱，飛乾淨之後咧，將佢撈起身。嗱，飛咁乾淨咧就唔使洗啦。如果你中意更加 Q 彈爽滑嘅口感咧，就可以放喺冰箱凍2個鐘。如果中意軟糯啲口感咧，就可以直接煲噶。炒薑咧唔需要放油嘅，直接用白鑊炒，用個中火將啲薑味炒出嚟，炒到金金地出薑味咧，就可以落豬腳啦。同樣唔使放油啊，繼續用中火炒。咁樣炒嗰啲豬腳咧，唔單單冇肥膩，而且食起身咧香好多嘅，可以好有效咁去除啲豬騷味。嗱，將啲豬腳咧炒到乾身咧就 OK 啦。千祈唔好急住放醋啊，因為醋咧會同鐵鑊產生化學反應嘅。我哋先將炒好嘅豬腳咧轉去煲仔，有條件最好轉去瓦煲啦，或者康寧玻璃煲。跟住咧再落糯米甜醋。如果食得濃或者彩魚咧，一滴水都冇加，全部放醋就得噶啦。呢個添啲糯米甜醋咧已經夠甜啦，糖都唔使放啊。因為廣東人彩魚咧就飲呢個甜醋嘅。如果你唔彩魚咧，可以加少水都得嘅。吸過用中火煲佢40分鐘。花膠同雞腳咧就唔襟煲嘅，最後10分鐘先放啊。叮燜咗40分鐘啦。依家咧就可以將啲雞腳咧同埋花膠放埋落去。嗱，呢個雞蛋膠嚟嘅，已經泡發好噶啦。吸過用最細火煲佢10分鐘，又煮10分鐘啦。你花膠同雞腳咧唔好煮咁耐啊，因為花膠煮耐咧會溶嘅，雞腳煮耐咧會爛嘅。中意食蛋咧可以落啲蛋，關火浸佢1個鐘。已經浸咗1個鐘啦，有時間咧最好浸一晚俾佢入味啊！嗱，啲豬手咧已經炆到好軟糯，好 Q 彈。浸完個薑醋雞腳咧都好好食，炸彈煲咪咪媽試下先。咪媽坐月嘅時候咧，我會煲呢個豬腳薑俾佢飲嘅。依家唔坐咧，每月都會煲1次嘅。哇，好正啊！尤其煲完啲雞腳咧同埋豬腳都好好食。嗱，可以一次咧煲定1大煲，食唔晒咧放喺冰箱慢慢食，食一時先加熱嚇。